英国国会议员今天要求政府针对中国对待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作为采取更强硬行动，包括部分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禁止棉花贸易。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敦促约翰逊政府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时发起抵制，不派部长及政要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不鼓励英国企业在北京冬奥中提供赞助或打广告，并呼吁游客和体育迷不要前往。美国军方一位高级情报官员担心，美国一些重要的决策人和国会议员没有对中国的威胁给予足够的重视。过去几个月来，美军印太司令部、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官员们不断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构成的威胁发出警示，包括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以及官员们所说的北京在网络空间的大胆行为和狂妄的间谍活动。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施达曼星期三在无党派组织情报和国家安全联盟主办的在线讨论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美国对土耳其将向阿富汗派遣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的指控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他无法证实这些指控，但保证喀布尔机场的安全部队必须遵守国际法。叙利亚人权观察网日前声称，土耳其将派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前往阿富汗。中国科信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印尼进行疫苗实验的首席科学家巴基迪亚周三去世，死因疑似新冠肺炎。据报道，巴基迪亚是生物制药公司数十项临床实验首席科学家和负责人。印尼卫生工作者的感染和死亡增加了对科信有效性的质疑。他的死正值印尼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时。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安全空军引发了该地区的担忧。在大约1000名逃离塔利班的阿富汗士兵在塔吉克斯坦避难后，塔吉克斯坦总理伊马里拉赫曼下令向阿富汗边境派遣2万名士兵。日本负责东京奥运事务的部长丸川珠代周四宣布，将禁止观众进入东京的奥运场馆观赛。按照计划，东京奥运会将于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宣布，鉴于新冠疫情，从下周一开始，东京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东突厥散流亡政府举行全球示威，纪念75乌鲁木齐大屠杀，并呼吁国际社会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和其他人民的镇压。就此，7月4日，在日本东京的日本首相办公楼前，东突厥散人民协会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寻求日本政府的帮助。